翻嚟節目時間，近年越嚟越多嘅體育盛事喺本澳舉行。除咗一年一度嘅大賽車之外，全運會部分賽事亦都正喺本澳上演，吸引咗唔少市民同旅客參與啊！係啊，相信呢啲嘅盛事活動，除咗為本澳帶嚟客流之外，亦都可以帶動經濟效益，促進澳門多元發展。新聞深度遊同大家了解下。第15屆全國運動會及全國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9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今年11同12月喺粵港澳3地共同舉行。為咗迎接呢項全國嘅體壇盛事，澳門喺各社區設置宣傳元素同埋舉辦活動，營造全民全運嘅熱烈氛圍，吸引唔少旅客特登嚟到澳門觀賽。有嚟自廣州嘅旅客話：呢次嚟到澳門係為咗感受全運會嘅氣氛。今次全運會特登想過嚟睇下嘅。即係其實係因為有全運會嘅呢啲活動，所以先會過嚟澳門玩。即係機緣巧合咯。本身我哋都預計前排會嚟嘅，諗住即係最近全運會都想過嚟感受一下嘅咁樣。會㗎，我哋都會啊！我哋有諗過翻嚟睇賽事㗎。但係佢會話留幾日啊？定係諗住當日咪玩一玩，再睇睇比賽？到時咯。如果係咁啱係自假日嘅話，我哋會留多幾日過嚟呢度玩下嘅。那肯定會啊，肯定會，因為我們大家都很願意去看這些比賽，很融入到，就好像融入到一個大家庭裡面一樣。對。然後這次您來到澳門之後，大概感覺怎麼樣呢？非常好，我覺得整個氛圍都很好。亦都有旅客認同全運會嘅宣傳力度。認為喺官方網站同埋社交媒體軟件上都能夠容易去了解到有關全運會嘅資訊。還好，基本上我都是通過這個官網渠道了解，還有澳門這個旅遊局官方的公眾號，就是認為他這次的這些資訊公布都是比較全面，大家容易接收到的。對對，還有小紅書也會有推薦一些，然後我們就知道過來這邊看。挺好的，就是那個激情全運會那個口號，其實看到很多人發視頻，然後我也知道，但是通過網絡還是會關注這個賽事的。這個我肯定就要去搜索一下，就要去了解一下，挺好的，我覺得。呢次全運會喺粵港澳3地舉行，吸引唔少遊客特登嚟到澳門。有餐飲嘅商戶就相信有助提升客流，又期望當局未來能夠繼續引入更多嘅大型體育賽事。咁你最緊要係多謝國家又俾咗啲我哋有呢啲運動會啊，即係帶動多啲客人啊過嚟澳門睇呢啲活動啊，咁都會對我哋營商環境係一定有支持嘅。啲家家戶戶都要各施各法啦，吸唔吸引人要睇客人嘅選擇啦，係咪啊？咁有人流好過好似冇人流啊，係咪啊？絕對好啦！越多呢啲咁嘅活動，我哋變咗我哋商戶都有得益嘅，始終都會有人嚟，越多人嚟，越多人睇到我哋澳門即係各樣嘢都有多元文化，咩餐廳都有，我諗係一件好事嚟嘅。陳思俊曾經係一名田徑運動員，佢參加多年嘅學界體育比賽，亦獲得唔錯嘅成績。而佢喺完成學業之後，開始投身於體育人才培養。咁佢認為澳門體育市場具有發展空間，而澳門配套設施完善，對體育事業嘅發展有好大嘅幫助。澳門體育市場嘅發展潛力係有嘅，亦都係有一定嘅份量嘅。點解咁講呢？因為澳門本身自身嘅係一個國際旅遊城市啦。咁你話好似呢啲國際酒店咁樣，譬如澳門路氹嘅酒店村咁樣啦，亦都有好多嘅5星級酒店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對澳門發展一個體育產業嚟講係一個優勢啦。點解？因為澳門啲遊客嚟到，其實佢除咗嚟參加你嘅比賽，佢亦都需要一個休憩嘅地方。咁澳門自身都有好多比較優良嘅酒店啦。咁對旅客嚟到澳門呢個意願係會有提升嘅。除咗大型嘅國際體育賽事，本澳嘅盛事活動、演唱會等，亦都會吸引唔少粉絲同埋旅客嚟到澳門。而呢間喺官也街嘅商戶就話，佢哋嘅業務就會圍繞演唱會元素，向旅客提供行李寄存同埋售賣周邊產品。其實我哋呢度都算係做行李寄存啦，咁同埋一啲演唱會周邊同埋韓專嗰啲嘅。咁平時嘅話，遊客多嘅話就可能
演唱會嘅時候，好似你話咁樣啦，嗰陣時我哋就會行李寄存多啲嘅，跟住同埋都會買翻啲周邊咁樣咯。咁其實好似有演唱會嘅時候，其實個生意額嘅程度會唔會係比較理想呢？會好好多嘅，咁當然。其實一般啲客群嘅會話係各個地方都有，定係啲粉絲群係都比較多咁樣？每個地方都有啲咯，但係可能會係中國嘅遊客會多啲嘅咁樣。佢仲話：從營商嘅角度嚟睇，演唱會粉絲經濟同體育賽事有一定嘅關聯性，粉絲群體亦都會帶嚟相當巨大嘅經濟效益。近年粉絲經濟成為一種新嘅商業模式，粉絲會追隨佢哋所關注嘅明星、偶像或者係運動員到各地參與活動，同時亦都會帶動當地消費。有旅遊業界話，體育賽事唔單止能夠係比賽季為舉辦地帶嚟熱度，亦都可以展現城市嘅形象。澳門良好嘅文旅基礎設施能夠助力文旅同埋經濟發展。呢個係好有關聯性嘅，因為呢啲都係屬於呢係一啲群體性嘅盛事活動嘅範疇。演唱會亦好，體育賽事亦都好，對用足用好澳門嘅文旅嘅基礎設施、場館嘅有利條件，以及呢係展現澳門良好嘅熱情好客嘅城市風貌呢，都係有好多優勢可以進一步發揮嘅。所以呢，我哋對澳門作為一個盛事嘅城市呢，係好有信心嘅。政府提出要結合體育、旅遊同埋文化元素，增強體育盛事嘅品牌效應。有學者就建議將澳門嘅獨特文化融入體育賽事，例如參考已經舉辦多年嘅格蘭披治大賽車。咁而最典型嘅一個我自己會覺得啦，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體育經濟 icon 啦。我始終都會覺得係去翻係個賽車。其實大賽車譬如喺澳門都已經辦咗，都係70幾年啦。咁其實個70幾年或多或少都係有唔少嘅一啲經驗啦，甚至乎係有好多故事係隱藏咗落去嘅。而對於體育加旅遊嘅發展趨勢，有旅遊業界就認為呢一個係值得探索嘅方向，又期望將一啲大型嘅體育賽事轉化為一種城市品牌。澳門呢係好有條件將呢個階段性嘅體育城市嘅活動啊，通過文體旅相結合嘅操作，喺特區政府嘅支持之下呢，調動文體旅各界嘅力量呢，將佢轉化為一種持續性嘅常規性嘅一種城市活動嘅品牌化嘅建設。咁澳門嘅旅遊業界呢，喺呢方面呢係好有經驗嘅。例如呢，我哋係有好多年嘅組織澳門內外嘅體育活動嘅旅遊服務保障嘅工作嘅經驗啊，所以呢，喺今次全運會前後以及運動會舉行期間，我哋已經係組織咗好大量嘅體育加旅遊、旅遊加體育嘅系列活動。但係都值得留意，就係本身澳門就個經濟規模係細嘅，咁所以其實亦都唔能夠係過於奢望係可以好似內地嗰種嘅體育經濟可以做到一個咁快嘅發展嘅地方。但係我又會覺得喺澳門係咪可以話完全冇基礎？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唔係嘅嚇。至低限度，譬如話學界，甚至我哋澳大本身都係有參加翻一啲內地國家嘅一啲界嘅一啲聯賽。咁其實即係往翻呢方面，我會覺得係嗰種支持嘅力度，我覺得都唔少。佢仲話，對於體育專業人才嘅發展，亦都需要重視。建議當局喺發展體育經濟嘅同時，可以增加體育場地，促進全民運動，保障市民對於社區體育設施嘅需求。希望政府可以進一步推動加強體育嘅軟硬件建設，助力本澳體育經濟不斷提質升級。